最虔诚的听众牛杂，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已经解说到正文第43页，已经解说到正文第43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到第8节；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到第8节，就是解说到平等如梦幻，不起幻性见。即嘛应该呢，要来说了解说一遍。一遍就是不作涅槃解，二边二这段，相应自今用，而不起用相。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相。劫火小海底，风果山上结。真相即灭落，涅槃上如是。我今强言说，令你下见。你不随言解，许你知销魂。即嘛应该呢，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。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对智道法师的开示。因为这位智道法师出家修行了，虽然是讲看真正济涅槃经，就是讲对涅槃经啊，已经看了10几年，但是对涅槃的境界、涅槃的真理，确实生起了曲解了。因此呢，慧能大师啊，就给解说，解说了，搁再用机呢来解重复，来解说明。即马咱伫咧说明者呢，就是属于技上的一部分，就是讲只有迄个智慧高超的人就是讲高超的人，才会当好来通达涅槃的真理，对涅槃才会当好来不处不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间的一切法拢就是幻化不实。透过幻化不实的世间会当好来了达不生不灭涅槃。但袂使咧生起一种的凡夫，或者是圣人这款的差别的见解。因为在涅槃的真理中是无凡夫或者是讲圣人这款的差别。这是在前面所讲的。慧能大师搁在讲讲不作涅槃解，二边二这段。讲当其时呢，也唔通做涅槃来去解说。为什么讲唔通做涅槃来解说呢？楞伽经就安尼讲，讲不知生死涅槃差别之相，一切皆是妄佛别有，无所有过。又搁再讲非以生死为有涅槃，非以涅槃为有生死。在楞伽经所讲的意思就是讲唔知影这个生死甲涅槃差别的相一切呢，拢是分别妄有，无论是涅槃之相，无论是生死之相，这呢是无所有。菩提或者是涅槃，
这名叫做二转一合。二转一合意思呢，就是将世间两种的物件，改转为出世的两种的物件，名叫做二转一咯。这个二转一，第一就是转烦恼为菩提，第二就是转生死为涅槃。涅槃就是一种的恒古今而不灭的真理了。也咱众生在生死道中呢，是生生死死，生生灭灭。将这个生死生灭一转啊，就证到不生不灭的涅槃。所以涅槃呢，是由生死所转。但真理本身根本呢都无生死，那既然无生死，哪里有涅槃呢？所以啊，用真理的经典讲起来，该讲生死，该讲涅槃，这啊乃是一种的差别之相，这拢是一种的妄分别，实在是无所有了。这是《楞严经》所讲。如果再讲，毋是在生死之外有一个涅槃，也毋是在涅槃之外有一个生死。意思就是讲，咱众生现在是伫咧受生死，这呢乃是真如虽然在这个世间法中。所以在咱的生死的五蕴心中呢，就有涅槃的真理伫迄个所在。并毋是讲离开了咱这个生死生灭的假身躯，另外一个涅槃。涅槃呢，就在咱的幻法心中。所以呢，毋是生死以外有一个涅槃，也毋是在涅槃以外有一个生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涅槃这是真理啊，真理这是遍一切空间，所以生死也是在一切空间中。既然如此呢，当然呢，这个生死啊，无离开涅槃的范围，也是在这个涅槃之内啊，就咱众生的生死。就等于讲，在这个虚空中，有咱世间的一切生灭之法。世间的一切生灭之法呢，无离开虚空同款的意思。既然是如此啊，就袂使咧做涅槃解。就是讲，咱呢必须来了解涅槃，这呢是由生死所转的一个名词。既然是由生死所转的名词，也只是一种的假有的名词而已。那么，通讲听到涅槃，就又执着在涅槃，也那安尼呢，咱也就产生了真正大的错误所以才讲做不作涅槃解。下面讲二边二这段，二边呢就是讲两边。这两边是咧指啥物呢？就是咧指有甲无，或者是徛在有的这边，或者徛在无的这边。那现在一般凡夫众生拢是执有啦。咱无论每一个人呢，拢执着讲咱世间的这物件，这是实在有的啦。这都是属于执有。这个二乘人呢，伊会当好了解无常无我的道理，伊呢体会空，但在体会空这个所在呢，真容易执着在空，空呢就变成无了。尤其是有这种的断见外道啦，因拢执在无。在印度当时的外道，若不是执有，就是执无。这呢拢是两边。就是走在两个极端，走在两个极端呢，
就无符合着中道的道理，这毋对。啊，这个二节耶话所在呢，叫做讲做三节。这个二节就是讲前节、后节。这个前节、后节，前节这个后节那么有的所在呢是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来说明，所以这个字边应该就是空间的，就是讲存在在空间的物件到底是有或者是无。这个字节呢，用时间所讲或者是过去，或者是未来，这都是讲字边字节端。不过这个字前字别端呢，在宋本内底是写讲三节，变成讲字边三节端。三节就是过去节、现在节、未来节，就是将时间呢该区分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款的界限。端者就是无的意思就是讲将这个有无，或者是讲前后拢该断掉。一句较简单讲啦，就是讲毋通生起一个有的见解，毋通生起一个无的见解，也毋通生起一个过去的见解、未来见解等等将这个所有的见解拢该去掉。在《顿悟入道要闻论》有安尼讲，讲佛法心是在三界。回答就是讲，无过去，无现在，无未来。那么无过去、无现在、无未来，这呢就是不着三界意思。如果再讲一念不生前后阶段，教体独立，文我如如这是清凉国师伊所讲的道理。只要你一念不生，就是讲无生起一念的分别，安尼呢前节后节就断了。你的智慧照了肢体就会当回来独立。在这个时阵文我就一路，就是讲咱的心、咱的身外面的物质就会当好打成一片。假如我若是有这种的二边二节的观念，那呢就变成一种的对立的差别的观念，这就是错误。下面慧能大师搁在讲相应自尽用，而不去用相。为什么叫做讲做相应自尽用呢？这个相应自尽用的意思呢，就是讲虽然咱呢不去还现见，不作业还解，二边二这段，但这呢并不是表示讲参像迄个插头，不是迄个木色无心。在这个应用方面也是常常爱用这个自尽用。相应自尽用的意思就是讲常常用到这个资金来去作用，也就是讲这个六根也是用到外境来去起迄个作用。六根用外境去作用，目睭会看，耳会听，鼻孔会闻，咱这个喙子会谈咸酸苦正，咱手会摕物件，脚会行路。
那这呢就是绿根的作用。但虽然是讲绿根作用呢，确实义不起用相。咱绿根一方面作用，一方面呢确实无去分别心。这呢就是讲，咱的一切分别心拢去尽啦。心呢等于像一个太虚空，也等于讲是一粒晶啦。这粒晶呢，你若甲讲对响，但并不是讲晶的本身呢，伊想讲我要来响一声。而且这个晶，你若是甲讲较大的，就响较大声；讲较细的呢，就响较细声。那完全就是随着外面的环境起作用。随着外面的环境起作用，确实呢，在伊本身无一个作意无一个作意，就是讲伊本身呢无一点仔囝的一个分别。会当好随着外面的环境起作用，确实无去分别。这呢，毋是咱普通人所做的当到。若是咱普通人目睭要看，一定爱注意看；耳孔要听，爱注意听。咱手要做代志，骹要震动，拢是有咱的心伫迄个所在来起作用。也就是讲，咱有起用相。有一个要来作用，要来作用的一种的分别念头伫迄个所在。六祖慧能大师呢，所开示就是讲，虽然不起凡圣见，不作业还解，二边二这段，确实呢，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相。讲分别一切法。不起分别相，这个分别一切法呢，就是讲随着外面的物件，也会去分别一切法。但当你分别一切法这个时阵呢，却无起一种的分别相。你会当好来分别一切法，又搁再无起分别相。这讲起来呢，实在毋是咱一般的凡夫众生所做的当到。既然咱要来去分别外面的物件，当然呢，咱就是会对这个物件呢，生起一种的分别的念头。一旦分别一切法，又无去分别相，这呢完全就是种智慧作用。咱这个智慧呢，由伊的体甲伊的作用，就分做两方面说明。一个叫做根本智，一个名叫做后得智，一个名叫做如理智，一个名叫做如量智，一个名叫做无差别智，一个名叫做差别智。这个根本智就是讲本来就有的智慧，叫做根本智。后得智叫做以后得到的智慧。智慧这是咱众生本来具足。为什么我再分为根本智、分为后得智呢？咱就要了解这个后得智的意义。就是讲智慧虽然是咱每一个众生拢具足，但是呢，咱众生或者无明烦恼砍掉智慧，将这个智慧砍掉。因此呢，就必须要来去修行。由这个修行将烦恼给去掉了。智慧显现了就等于讲太阳光本来是伫天顶无毋对，毋过互你云压掉了就看不到太阳。太阳的光呢，也袂当好照到咱这个大地来，也必须一阵风来将迄个云来给吹掉去。迄个云开了，太阳就显现出来。就是讲这个烦恼去掉。智慧显现迄个所在，咱讲做得到智慧，这名叫做后得智。这个后得智应该呢是一种的根本智的显现。这个根本智名叫做如理智。名叫做如理智的意思呢，就是讲真理呢有偌济，智慧就偌济。
而且呢，这个智慧啊是契合的真理。那这个真理，这是平等无差别的物件。所以契合的真理的智慧呢，也是同款，是一种的无差别。所以呢，这个如理智也名叫做讲做无差别智。不过呢，这个智慧啊，唔是讲干照了真理。你若讲只有照了真理一边，安尼这个智慧作用无完满。智慧呢有个妙用，这个妙用是啥妙用？就是如量智。这个如量智，这个量就是在自然世间千差万别事物之量啦。凡是咱世间有一项物件，这个智慧呢，拢会当来甲照了，会当来甲了知。在《楞严经》内底啊，就讲佛的智慧，在三千大千世界以外，落一滴雨也会知。迄个青仔树为什么是直的，伊也会知。刺啊，为什么是会插人？尖尖、弯弯、翘翘，伊也知。迄个乌啊，为什么是乌的？白鹤为什么是白？拢会知。对世间的每一项事物啦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了，这呢，就名叫做讲做如量智。你看咱世间人，咱敢知讲为什么青仔树是直的啊？为什么迄个乌啊是乌呀？白鹤是白呀？咱来问迄个专家，一定讲这是伪传啦。就是讲伊的前代就是安尼啦。对迄个政治看落就是这款的啦。除非这样以外呢，实在是无法度搁再进一步甲咱完满的解说。但对这个道理啊，咱佛拢知，这呢就是一种的如量智。这个如量智呢，也名叫做讲做差别智。这个差别智就是讲，对咱世间千差万别之法，一项一项，拢有法度来去个起分别，去起作用，这款的智慧。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差别智。所以咱必须了解，智慧是无分别的物件，确实也是有分别的物件。所以咱唔通以为讲这个智慧都无分别，一切拢无分别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无分别者是对理的契合，有分别者是对事物的分析。所以凡是咱一个人，若是有证到真理的人，不但是讲真理的通，就是世间的思想也是同款的通。尤其是对世间有的思想有通的人呢，才是实在有通的人。咱唔通以为讲都修行人啊，一切拢无分别啦。所以物件也无分好歹，也对人呢也无需要去分好歹。也哪呢？这也唔是智慧啦。这呢变成讲修行修了，所变成像插头、像石头变成一种的无情的物件。你若是安尼甲解说呢，那就完全的错误。在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所甲咱讲的分别一切法啊，这就是约如量智。约后得智，约差别智所讲。但虽然是讲分别一切法，却是不起分别相。分别过了，作用过了，安尼就算了。未搁再啊，在这个所在念念执着，这就是智慧甲妄心的不同的所在。那是咱一般众生的妄心呢，咱对一项物件起分别，在分别的所在就生起执着，执着了就起颠倒。种种的是非、人我以及个爱厌恶等等啊，将这个所在产生。这就是咱众生的烦恼颠倒见。这个佛的智慧就唔是，佛的智慧呢，虽然是分别一切法，分别了呢，就呢就了了。就无搁再生起这种的分别相。所以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相呢，这应该是约后得智、约如量智、约差别智所讲。最虔诚听众，就请咱各位暂等一分钟，或者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断经。